是咱的礼拜时间要到，请咱安静咱的心来做今仔日的主日敬拜。是咱领歌请敬拜团。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咱今日要领有两首要唱两首诗歌吼，咱伫会前，咱将咱心互咱的圣诗的歌来充满来充满着主伊的迄个喜乐吼，互咱的灵吼，互主来充满。咱第一首咱来唱圣诗第16首，咱着对主唱歌。这是一首真活泼的歌吼，咱着对头到尾来吟一届，来做伙来。咱着对主唱歌，快乐吟诗来学乐，唱出听叹诗歌，学乐主每日新创造。上主奇妙创造，星星日头甲大海，伊看所做是好，万物极美丽个好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欢喜对主唱歌，哈利路亚！咱着对主感谢，咱着对主感谢，快乐吟诗来尊重，
表现心心甲听，万有对主作的希望，一切受造万有，称赞上主极伟大，咱学罗主今时。为祝福可爱世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欢喜对主唱歌，哈利路亚，欢喜对主唱歌。哈利路亚！咱过来第二首是咱的回应诗歌，圣诗第553首，为主来做伊干净。咱今日是请基电会来替咱遮请安吼，咱就用这首来。主来做干净，主是一好朋友，愿主听叹来保佑，好人幸福承受，为主来做干净，愿更救主耶稣，为主来做干净，愿更救主耶稣，为主来做干净。应该欢喜出声，保佑救主多挑战，替咱放下性命，为主来做干净，应该救主耶稣。为主来做干净，应更救主耶稣。为主来做干净，咱着报效公义。若无真力来干净，永远袂会安心，为主来做干净，应更救主耶稣，为主来做干净，应更救主耶稣。为主来做干净，心意做的事情，逐日予当来向前，路袂话到天顶，为主来做干净。应更救主耶稣，为主来做干净，应更救主耶稣。感谢主，咱会前的诗歌到这，请咱三甲闭完心敬拜主。所以，既然听起我遮的话来行的，要比拼，
知识的人，去伊的厝伫石盘顶，雨落大水到，风吹冲着迄间厝也无倒，因为地基伫石盘顶，见若听我遮的话来无行的，要比评戇人。去伊的厝伫山顶，雨落大水到，风吹冲着迄间厝就倒，搁伊的倒是上重。即是咱请咱起立，咱要用10条戒来告别咱的信仰。第一戒，除了我以外，你毋通有别的上帝，毋通为第二戒，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无论天顶、地上、甲地下水内所有的物，拢毋通做因的像，毋通敬拜因，也毋通服侍因。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断断毋用阮用别的上帝匹配我，管阮我的，我归咎伊的罪，对爸到囝到3、4代，听我守我诫命的，我施恩予伊直到千代。第三戒，毋通滥散称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因为滥散称伊的名的人，耶和华的确无掠伊做无罪。第四戒。着记伫安息日，守伊做圣，6日内应该着活，做你一切的工。独第7日，就是用耶和华你的上帝来守的安息。即日你甲你的囝、查某囝、奴仆、女婢、精生，以及踮伫你中间的出外人，一切的工拢毋通做，因为6日内耶和华创造天地海，甲迄中间的万物。第4日就是休。所以耶和华赐福伫安息日，设立伊做圣。第5戒，要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互你的日子伫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赏赐你的地得到久长。第6戒，毋通害死人。第7戒，毋通行奸淫。第8戒，毋通偷窃。第9戒，毋通做假的干证，陷害你的厝边。第10戒，毋通贪你厝边的厝，也毋通贪你厝边的某、奴仆、女婢、牛、以及你的厝边一切所有的。真济，这是请咱同心来做伙来祈祷。感谢听阮的爸上帝，感谢你无用阮世间人的罪，甲阮三角来过长。伫耶稣基督伊伫十架顶所留的宝血。互阮通选择阮性命的主，无过伫即个世间诚做无倚无靠的囝儿。但你的国已经降临伫即个世上，虽然也搁伫啥物时阵，阮无毋知影，因为魔鬼幽原伫即个世间来咧统治，互世间充满了苦谈、破病以及战争，总是。阮这所信的兄弟，有缘伫这中间坚持阮的信仰，也行伫主你的话中间，我们咧用听三角来分享，互这个福音伫地上更加搁较焦味，也互上帝你的国临到这个地面。但阮啊，即个今仔日有基甸会洪国良长老来到阮的中间，伊为主做见证。做主你的出口，宣扬福音，因是正做伫教会的另外一支宣传福音的手，伫这个世界各大陆来分发圣经，见证主你的话，用主你的话帮助迄所在，无论是信也无信的人，拢会当看见主你伫因的中间，也愿意赐因信心，甲赐因气力，互因所做的工拢无归伫空空。但阮即时也要为着阮的兄弟姊妹林叶彩伊的妈妈因为车祸昏迷中，还有陈丽香姐妹伊的老母因为不明的原因幽怨，还佫伫病院咧做检查，一切拢有主你的旨意伫内底，阮顺服伫即中间，总是主有缘，你甲因三角伫地，医治因，帮助因，互因伫遐。无有惊吓，也无有艰苦。虽然所流的目屎，也要得到安慰。愿将这个祈祷，愿主你的圣灵甲因同在，
即时，阮也要将阮今仔日所献的一切归伫上帝你的厝，愿主你亲自看顾接纳。阮爱当心祈祷，拢是倚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圣经记载伫哥罗西书第1章21节至23节，咱做伙来看。各恁平素平素伫歹的所行，甲上帝隔断，心内做对敌，打伊伫伊的肉体身躯对伊的死，已经互恁搁再好，要互恁遮会诚信无瑕疵，无通嫌，徛伫伊的面前。若恁长长踮伫信，有地基搁坚固，无受摇动，来离开福音的愿望。这个福音就是恁所捌听见的，搁伫传伫福天的朗总受造者的中间。我保罗已经设立做伊的采用以上。这是正道，咱要来请洪长老。今仔日正道的题目是根基稳固，坚定不移。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上帝恩典，予我阁有一摆的机会来甲贵教会代表基甸会伫遮来分享阮每一年的基甸会的信息，
今年的基电会信息，就是拄拄啊，咱的师会长老甲咱读的即段圣经，甲即段主要的重点就是根基坚固、坚定不移。这是哥罗西书第1章23节内底上主要的重点，也是虽然即句话伫千几年前保罗先生写甲即个哥罗西书教会所勉励的话，但是现主是有缘对咱来发声。未讲到以前，请咱先额头三角来祈祷。亲爱的主，满心感谢你，感谢你，互细囝有即个机会来甲你的名所设立的中兴长老教会，伫遮来分享上帝的话。一间教会伫即个社区，成做一个光，一个灯塔。恳求主你透过因所发的光，互搁较侪人有机会进入教会来认捌耶稣，成做因一生上大的祝福。阮会将下面的时间分别为圣。祈求圣灵亲自带领引带，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的圣尊名。阿免。咧讲道以前我先来讲一段的即个故事。即个解经19世纪一个真伟大的解经王子人家称作伊解经的王子叫做 George Campbell Morgan 就是即个摩根即个牧师即个牧师是生做即种型咱看起来咱白面书生咧散散若像安尼无讲介健康因为伊是出生伫即个伊的爸爸是即个牧师啦卫理公会一个牧师伊爸爸真疼主所以伊拢去迄落英国迄落真偏僻的所在人数真少的教会伫遐牧会，因为迄种的教会拢无法度去请牧师，无法度聘牧所以伊就拢免费去替因讲道，替因去关怀分解即个圣经内底的话伫遐帮助迄个弱势的教会所以呢，有当时有一顿无一顿，所以厝里嘛真散因为伊拢无共收舍礼啦所以即个摩根细汉的时阵，就伫迄个家庭来长大伊出世的时阵呢，伊就可能健康的关系即个家庭环境的关系也是安怎所以伊出世的时阵身体就足歹的所以一直拢无法度去上课佫拄着即个世界的大战世界大战，所以伊就无法度入去上课所以伊的爸爸啦只有用即个圣经亲自来甲伊教育所以自细汉的时阵呢伊就看到爸爸的即个定定咧讲道啦所以伊拢会对去听啦所以伊12岁的时阵一个囡仔的时阵伊就叫将伊的妹妹伊即个洋娃娃放伫伊的厝的即个客厅内底摆做安尼一仙一仙安尼伫遐伊徛咧头前就伫遐学因老爸的款式伫遐讲道啦所以讲了佫也袂歹咧所以有当时因老爸有当时时间拨袂出来的时阵，去庄脚的教会时间拨袂出来的时阵，伊就甲阮爸爸，我代替你来讲道啦所以13岁真细汉就开始会晓讲道啦一个真正可爱的一个细汉的一个真虔诚的即个囡仔而且咧，因为爸爸自细汉就讲即个圣经的故事、圣经的道理互听所以慢慢大汉的时阵迄个时代都有即个自由派咧流行伫即个教会内底，就是讲对即个圣经提了即个反对的即个意见啦，讲即个世界上无即个上帝啦一寡异端啦伫迄个时代足流行的啦所以一寡教会的人都受到即个异端的即个影响啦即个摩根伊嘛是共款受到影响，但是因为伊细汉老爸就将即个福音的种子种伫伊的即个心内啦所以伊的即个信心足坚定的啦，伊无受到摇动啦，而且咧伊就去庄脚，伊将遐所有的伊进前人家邀请讲爱去讲道，伊拢
拒绝，这2年来伊拢无，伊拢专心啦吼，去买一本圣经，新的圣经吼，为头较尾安尼，吼读几啊10摆安尼，2年内底读几啊10摆，啊了后伊发现讲圣经实在是有够宝贵啦，实在是上帝哦，即个宝贵的话啦，所以伊就将伊所读的即个心得吼，的即个灵感嘛吼，拢甲写出来，一段一段一段拢甲写出来，足认真足拍拼，将伊伫圣经内底所读的上帝甲伊的启示，啊，甲伊即个圣灵所带领伊所产生的即个效果吼，啊，圣灵直接甲讲的即个解经吼，伊拢甲写出来，啊，所以发表出来了后，伫当时的即个教会界吼，啊，真大的轰动啦，真大的轰动，啊，受到足大的欢迎啦吼，啊嘛，逐位吼。啊，拢邀请伊去讲道啦，吼！啊，而且不但伫英国了后，伫美国嘛几啊摆吼，拢邀请伊去美国做海外的宣道啦，吼！啊，佫有一摆的时阵啦，啊，伫伊25岁的时阵啦，伊就去应征一间英国足大间的即个教会吼，英国卫理公会即个李天禄的即个礼拜堂吼，伊是。咧，因为迄间教会足大啊，所以伊毋敢讲一摆就去应征迄个主任牧师，是去应征即个副牧啦，哦，即个副牧。啊，所以咧有75个即个考牧委员吼，科牧的委员，哦，就是讲我有咧聘请即个牧师也是无的时，伊爱先讲一篇道理互我听，就是那今仔日我徛咧台顶，各位吼坐咧台下安尼听我讲，啊了后时，咱甲落一个评语啦吼。啊，伊讲道讲了后咧，即个考牧的即个委员会吼，竟然甲伊的评语讲吼，即个摩根吼，即个人无适合讲道啦吼，伊无讲道的温数啦，哦，意思讲甲拍即个0分啦，哦，本来爱100分啊，上无爱60分以上就及格啊咧，结果不但无甲50-60分啦吼，含30-40分嘛无，甲拍讲即个人0分啦，无适合讲道的温数啦。哦，啊，所以即份工课就从到吹了，无法度去遐做一个应征做即个副牧吼，所以这是伊人生上大的一个打击啦。哦，啊，所以即个摩根就是真伤心啦吼，拍电报转去，甲伊的老爸讲，吼，讲即件代志吼，讲我当时去应征即间，结果我的评分是无适合讲道啦，哦，无适合做即个传教书啦，吼。啊，伊个老爸咧，马上用电报甲回答讲，地面上拒绝咧，天顶甲你接纳，哦，咱免看地面上，咱是看天顶，哦，因为老爸对伊个囝，哦上了解，所以甲发即张电报去甲鼓励啦。啊，伊个未婚妻啦，吼，叫做连氏吼，迄阵2个还未结婚啦，尾啊有结婚啦，啊，迄阵是伊个未婚妻的时吼，用写批甲鼓励啦，吼。鼓励讲，如果我今仔日若无法度为即个楼梯的下骹甲你爬倒起来，因为即时阵是伊人生上低潮的时阵，所以我会伫楼梯的即个下骹站吼，手甲你牵的一步一步甲你牵起来。哦，我若无安尼做的时，我就真见笑讲伫楼梯的顶悬甲你见面啦。哦，伊个意思就是讲，我会伫你人生的低潮的时阵，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一步行起来楼梯的顶悬，哦，用安尼来鼓励啦吼。啊，所以即个摩根吼，伊无放弃上帝对伊的呼召，哦，啊，所以伫8年后啦，伊搁去应征即间教会吼，即间教会。了后的时阵，伊即摆去应征是主任牧师哦，等于是8年前去应征是即个副牧哦，但是8年后伊去应征是主任牧师咧。了后的时，伊果然受到采用啦吼，啊，所以日后啊，成做一个真出色的即个传道者，啊，搁写圣经、解说圣经的啦吼，啊，所以伫即个市面上吼，咱若去即个福音的主角去看吼，你有看迄个摩根的解经的主吼。有足侪拢总有超过60本左右啦，尤其即个四福音书内底吼，伊写甲足侪，吼，所以即位牧师因为伊的信仰根基稳固，啊，所以
伊的信心坚定无摇动，所以赢过一切的苦难嘛，一切的苦难。今仔咱即个所读的即段圣经，是即个保罗伫即个罗马的监狱咧关的时阵啊，即个哥罗西书的一个少年人叫做以巴弗去罗马的即个监狱去甲探监啦探监保罗，将因教会的即个代志，就是我头拄讲的，因为即个哥罗西书的教会受到足侪异端的即个影响，所以教会内底的有影响力的人嘛，受到即个影响。所以即个信仰怎啊伫遐摇摇动动、受到影响的时阵，伊将即个情形去甲保罗讲的时阵，其实即间教会毋是保罗所建立的，但是保罗拢共款有关心伊，所以就写着一篇的批信。头拄仔咱的师会甲咱念的即段批信，伫遐来甲伊鼓励。所以主要的重点就是伫哥罗西书第1章的23节。恁若常常踮伫神，常常踮伫神，意思就是恁爱持守恁的信仰，爱常常存有即个信心啦，佮地基坚固，无受摇动，咱的地基爱足在了，不管偌大的即个地动来对咱拢无影响，来离开福音的仰望。即个福音就是恁所捌听见的，佫是传伫天下，拢总受创造的中间。我保罗已经设立做伊的采用。保罗伊家己讲我就是做即个福音的采用。保罗咱知嘛我最近即个疫情的关系所以每一礼拜差不多拜1到拜5时间上啦，有适合的时阵。2点到3点即中间我有带一班中学迄个，阮用线上读经啦即马都读到使徒行传啦读到使徒行传。看到使徒行传的保罗，阮都读到第5章第6章内底有描述保罗初期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尾下伊去即个上帝的光甲照着了，伊目睭青迷了上帝叫伊去一个人的厝了，伊的目睭受到医治了。保罗规个生命，规个拢改变，本来是咧逼迫即个基督徒的，现在真做互即个犹太人，即个法利赛人即个经学师而且是祭司长即个祭司的长会迫害的时阵，本来是伊咧逼迫人的了，伊煞换。去互别人逼迫的即个情形，都托着即个保罗哇！看到保罗，其实实在是上帝亲自来拣选伊的，伊嘛认着伊的即个职务啦咱知即个全本圣经66卷内底39、27啦39是旧的，27是新的，加起来都66卷嘛即个新约27卷内底有差不多。12卷左右拢保罗所写的，所以咱用看到保罗是一个真伟大的即个传教士啦佫留落真正宝贵的即个圣经互咱成做咱信仰的即个地基啦所以伫遮咱会用看见保罗伊无受到即个迫害来退缩啦愈来愈勇敢所以呢。这段圣经我讲过，虽然是几千年前写，但是现代犹原对咱基督徒咧发声啦，咧甲咱讲啦所以伫遮我主要分做2个重点啦2个重点，一个就是根基爱坚固，咱的信仰根基爱坚固，你安怎坚固？只有透过上帝的话。来坚固咱的信仰，咱一定逐日、逐时、逐暝、逐日，拢爱来读这本圣经。我相信咱拢有咱家己的手中的这个圣经，只有靠这个圣经啦，才有法度来坚固咱的信仰。头拄仔咱的师会伫这个分享咧带咱师会中间，伊嘛读一段圣经。
这段圣经呢，的记载不只有意思啦我就用这个图用这个图来甲迄落，就是关于咱的厝咧起厝的时，咱的地基爱起伫石盘顶，唔好起伫这个地基真正双塌的所在。我会记哩差不多20年前无一摆风台来伫即个庐山庐山因为伊内底有温泉嘛，所以起足者即个温泉的即个旅馆嘛迄阵拄风台来的时阵一个风台来的时阵，水就来，大水就来有一个旅馆因为伊是选择起伫即个山头顶啦，毋是迄石盘顶啦。所以迄阵风台来，你水一个冲了后，迄栋大楼煞怎崩落来，怎倒落来，大家也有迄印象无？因为即摆电视拢几台咧报啦，所以迄个镜头就一栋大楼，水冲咧，砰一个倒咧，连续放几啊工啦放几啊工有迄就哪即张图，顶悬的图顶悬的图是起伫迄个石盘顶，地基足衰的所在，下骹的时是偏离形势啦伊无去找迄个地基在的所在，因为地基在的所在咧挖地基足歹挖的，爱佫加开足侪钱的，所以头工减了去选择迄落沙石啦沙土地，起来时大水来，风台来就变即个情形啦所以地基有要紧无？足要紧的。地基就是啥物？地基对咱基督徒讲起来，就是圣经的话，上帝的话。我头仔讲过，即个摩根，即个牧师伊信主了后，伊受到足大的即个当时的即个异端的影响的时阵，伊无听外口人咧讲的话，伊专心读即个圣经啦。即本圣经伊去新买的圣经读咧几百摆，而且每一摆若有即个教会邀请伊讲道的时阵，伊当然是要引用即个圣经赞伊上无读50摆以上50摆以上，伊是真骨力咧读圣经啦。所以伫伊的即个名言内底伊有写一句话，我今仔有查去伊的迄个所讲过的话我读互大家听伊讲圣经从来不向懒惰的人说话，圣经从来都无向即个真贫惰的人讲话啦。就是讲，你拢无咧读圣经的话上帝的话永远袂甲你讲。你爱真骨力去读圣经，上帝会透过圣经的话，圣经内底所讲的亲自来甲你讲话啦所以圣经从来不向懒惰的人说话。伫一切文学的作品中间其实圣经嘛属于文学的作品，因为伊是用字写出来。无一样比圣经佫较要求人爱努力的即个应用啦。圣经毋是干那读尔，爱甲应用出来，用喺啥物？用喺咱日常的生活内底中间。我头仔讲过即个疫情中间，我带一阵中和遐的一个不只啊高级的社区啦，迄个社区拢姊妹啦，因为环境拢足好，因为先生拢去足大间的公司咧上班。所以无需要太太去，佫出去外口上班所以遐个姊妹我都熟悉一个社区，迄个姊妹内底有一个姊妹都信主3年，足热心的啦。所以伊就因为经过人介绍熟悉，我讲洪长老，无即个疫情即中间你敢用带阮遮个社区遮个姊妹来读圣经？我讲好啊，我的时间无一定拢有迄个时间啦，但是我拜到拜5的时间2点到3点。我当时爱去外口开的拖伤久就无法度。若有法度的时候，我带恁读圣经。就是安尼读。读了的时阵我发现真正开始变化这个姊妹本来伫厝内底，甲先生啦，也是教囝的时阵，拢是靠家己的即个心情啦，也是家己的即个老我、自我咧教。但是圣经内底有足侪话拢教讲你安怎爱安怎教囝。讲话爱甲人安怎讲，做代志安怎做伊讲洪长老足奇怪，我迄工听你讲了我拄着啥物代志我本来咧安怎做我想我就照圣经的原则来做结果规个厝的气氛拢无共啦
因为我讲了的时阵，我会讲啊，恁有啥物爱分享的，吼，即几工拄着的代志爱分享的，啊是讲有啥物啥物代志爱我替你祈祷的，吼，拢摕出来，定定听安尼讲啦，讲哦，我迄工你甲我讲迄个话吼，我应用伫我的即个生活中间吼，真正效果有够好咧。所以即个魔棍，即个牧师你看伊嘛安尼讲吼，讲圣经从来不向懒惰的人说话吼，在一切的文学作品中，没有一样比圣经更要求人努力的在应用在生活上，哦，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有即个机会，真做上帝的囝儿，咱一定爱好好来了解一本圣经内底咧讲的话，啊，照伊圣经所讲的话，咱来应用伫咱的生活中间，咱拄着所有的代志，咱拢应用上帝的话来甲伊处理，来甲伊面对。哦，这足要紧的。哦，这就是地基啊，建立伫即个石盘顶。第二点，建立了后，你爱坚定无摇动，因为咱人的信仰往往拢建立伫即个环境啦。哦，啊，环境若改变吼，即个信仰就垮下来了。啊，有当时建立伫即个新业中间啦，吼，那新业若停止的时，你的信仰嘛停止了。啊，有当时有个人是建立伫即个属灵的即个领袖啦，啊，就是即个牧师的即个身躯顶啦。哦，即个牧师足厉害安怎？但是有当时即个属灵的领袖啦出问题了后啦，信仰你嘛是出问题，你就倒去啊。哦，所以你的信仰是毋是建立伫？咱的信仰是建立伫环境啊，啊是建立伫即个新约啦，啊是建立伫即个属灵的领袖啦。这拢无可靠啦，咱来将咱的信仰建立伫耶稣基督的身躯顶啦。哦，耶稣基督的身躯顶，咱来建立伫伊顶悬。哦，咱才有法度永远无摇动啊！这个足要紧的。那保罗所讲的吼，保罗的一生充满着苦难啦吼。伊伫即个哥林多后书第11章24节到27节有安尼讲吼。讲伊的一生所面对的考验啦，互犹太人鞭拍5摆啦，吼，每40摆减去1摆，吼，互棍拍3摆啦，吼，啊，搁互石头弹1摆啦，啊，拄着船害去3摆，吼，一暝一日伫深海中间啦，啊，搁遭受到即个盗劫啦，吼，贼捕啦，吼，啊，甲本族的人、外邦人的危险啦。伫城内、伫旷野、伫海中的即个危险啦，啊，家兄弟的危险啦，受到劳碌、受到困苦，啊，几啊摆拢无法度困吼，啊，搁枵搁喙焦，啊，搁几啊摆无法度去食物件，受到寒冷啦、赤身裸体啦，哦，你看，我相信我所念遮的作物吼，咱今仔在座的基督徒吼，应该拢无经历过伊的100%。哦，也是1/10拢无啦。你看迄保罗的一生，哦，啊，但是保罗你看卖讲，啥物人，哦，谁能使我？啥物人会用我甲基督的疼来隔离啦？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困重吗？是夭饿吗？还是赤身裸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哦，所以保罗的一生吼，拢坚定不移。当伊去互上帝的光照着了后，伊的规个生命的改变吼，其实是做咱一个上好的模范。啊，搁近代一个孤儿之父吼，英国一个孤儿夫叫做乔治穆勒吼，乔治穆勒伊的信心嘛，真值得咱来佩服啦吼。因为乔治穆勒伊拢迄阵因为大战的关系，所以孤儿足济啊，所以。伊拢去迄个路边啦吼，去捡遐孤儿转来，啊，成立一个孤儿院来甲因养饲。啊，但是伊从来毋捌将伊的困难、将伊的需要来甲人讲，意思就是讲去共募款啦吼，去共募款，伊拢无，伊拢甲上帝祈祷。啊，有一工啦，伊的迄个孤儿院，迄个孤儿院都有超过2000几个孤儿啦吼。啊，有一工啦，迄个厨师啦吼，厨房的。总好师来甲找伊讲啊，即个乔治牧师啊，咱今仔日吼，咱的牛奶啊拢无啊啦，啊，咱的面包啊拢无啊，啊，连伊吼囡仔下课吼，
就咧来食饭啊吼，中昼顿连伊到啊，咧安怎啦？啊，这周金母就讲奇怪啦，这个囡仔，这个孤儿是上帝甲有钱的呢，你应该甲上帝讲，就是甲上帝祈祷，你毋是来甲我讲的呢，哦，这个周金母这个穆勒牧师吼，啊，甲伊的读书安尼讲啊，讲啊，这你应该是爱甲上帝祈祷的。啊，过到11:50啊，伊讲啊，今仔日是毋是即个餐厅的只碗盘吼，共款拢啊摆好啦，囡仔连伊出来啊。啊，其实伊咧讲的意思，拢简单吼，厨房内底拢无啥物件啦。伊讲你叫牌无要紧，哦，啊，遮小朋友下课啊，都大家拢入来，囡仔巴肚拢足快枵的嘛吼，入来，普通是入来的时吼，即个餐桌内底吼。即个牛奶甲面包拢已经摆好，啊，什么今仔日来看吼，拢空空如也，拢无啥物件啦。你看我，我看你，啊，搁看啊，即个图书啦吼，咧甲伊供应即个餐点的图书啦。哇啊，即个图书吼，同我看牧师，结果看到即个小金母咯，目睭刻起来，伊知影伊咧祈祷啦。结果无偌久吼，即个孤儿院的即个大门口的即个。钟声吼，即个钟声当有人来拜访啊。结果一台马车吼，载一大堆的牛奶吼，啊甲面包来啦。本来伊是咧去送伊隔壁的工厂啦，啊隔壁的工厂吼，下早开工的时阵吼，迄个机器都害去啦。啊害去了吼，爱修理啦，爱大修啦。啊所以这老板同我讲吼，今仔拢停工啦，吼，今仔机器拢害，拢停工。哦，啊，但是袂记你通知讲因甲送面包的即个工厂吼免送来啦，啊，结果面包的工厂送来伊讲安尼哦，啊，阮今仔拢停工咧，啊，无安尼啦，阮隔壁古华苑哦，你甲送伊啊，讲阮即边咧送互伊的，你看嘛，上帝调动万有哦，都惊即个足奇妙的代志啦。啊，其实小金木咯，即个牧师吼，伊的信心毋是干那真诶，伊每一摆甲上帝。所要求的祈祷的代志吼，伊拢一条一条甲记起来。伊一生拢总有4万几个祈祷啦，4万几个祈祷，伊拢甲记起来。甲伊死的时阵吼，敢若一项无成就啦。对一项无成就，就是讲一个伊活到80几个，伊一个细汉甲伊斗阵大汉的即个玩伴吼，还袂信主啦，伊甲祈祷30、40年吼，伊咧无成就。但是足奇妙的代志发生啊！当即个小金母咯，超死了超3年啊4年了后的时，伊即个朋友嘛信主啊，所以代表讲伊甲上帝所祈祷的4万几项吼，逐项都成就了。各位兄弟姊妹，这是伊的信心啦。所以信心才有法度咱坚定无摇动啦。莫讲人的一句话，啊是一个环境的变化，啊是一个人的改变，啊你就对伊咧改变。所以，咱的信仰要建立伫对，建立伫耶稣基督内面。这是我今仔所讲的第2点。第3点就是咧讲阮基甸会所做的事工。上要紧的2点就坚持所事所事，忠于所托，尽忠伫上帝所交托阮的代志。阮坚持所事的基地会所坚持所事的，就是阮所送的这本圣经啊，吼，这本圣经，是无错误的啦。内底所写的是无错误的，圣经内底有一句话讲，天地都会废去，可能天嘛会帮你吼，啊，这山嘛会移山倒海，但是上帝的话永远存在啦，永不改变。阮所坚持的是啥物？圣经是无错误，忠于所托的，就是阮尽力尽心伫上帝所委托阮基甸会成立的目的。基甸会成立到今仔日都122年啦。阮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透过这本圣经来引带人来信主。阮的这个目标足明确的，嘛足单纯的，就是赠送圣经，引人归主。所以，阮122年拢无改变吼。关于基甸会已经来遮报告几摆，所以我就来讲较紧的。基甸会
就是为3个人开始，伫美国为3个人开始成立，经过122年，本来为美国一个国家，即马已经全世界有201个国家。本来为3个人开始，为美国开始，即马伫201个国家，已经有差不多25万人，拢总有25万人。这是美国的总部吼，是顶个越椅啊轮胎的总部啊，尾啊办买办送啊，吼啊，阮诚做阮的总会，美国。啊，打开始是拢伫即个旅馆内底咧经上圣经，在旅馆赠送圣经，所以。啊，阮机电会的会员拢有一个职业病啦，像我若去带入去旅馆内底吼，无拢先去拖啊，甲拍开看觅，毋是咧看讲有人拍落钱伫遐无早无，毋是我看内底有放圣经啊，因为阮拢会摆圣经伫内底，互去旅馆住的人，因暗时当伊休困的时阵，因有机会为拖底摕一本圣经来读圣经，不管信主无信主，用透过即本圣经。啊，来帮助因，来帮助因。啊，所以有足侪人咧问讲，啊，你这圣经送遐济，敢有效果啦？啊，我即摆就用一个简单，啊嘛真实际的即个故事啊，来甲大家分享伫1968年即个故事已经50几年啊啦54年前啦54年前就是1968年啦即个人类开始发展外太空的时候，阿波罗8号的太空船第一摆是飞去外太空，飞离这个地球的轨道啊去即个对去外太空绕一圈啦，绕一圈啦，啊到迄天啦因咧太空船阿波罗8号咧飞离即个月球的地球的轨道去绕即个月球的时阵呢，拄着圣诞节啦，因为伊咧绕的时阵，拢总爱6天3点钟，啊，搁10分42秒啦为即个1968年的即个12月21啦爱踅到27啦，拢总爱踅6天，爱踅6天，啊，所以伊去的时阵呢，拄着圣诞节啦，啊，所以迄阵美国的太空总署就是特别安排一个节目就是迄个太空人伫迄暗时拄着圣诞节迄暗，伫太空舱内底读迄个创世纪啦，读迄个圣经啦，啊，迄阵因为这是世界的一个大代志，所以有一个日本的报社就派一个记者去咧拜访即个代志，啊，即个日本记者当时伫旅馆看到即个电视咧转播的时阵迄阵的电视咧转播，我相信在座可能有几个我拢有看的因为伊听毋捌讲这太空人咧读的是啥物书啦，因为伊爱写报道嘛，啊，所以伊就拍电话去迄个太空所内底去甲问啦，太空总署内底，太空总署迄个总机的小姐去甲问啦，啊，问讲恁即马电视咧报迄个是咧读啥物书啦，因为伊咧写报道嘛，啊，即个太空总署的即个总机的小姐啊。就听清楚讲原来是即个日本人啊，伊一个旅馆内底，伊讲啊，你即摆伫旅馆内底啊无你旅馆内底迄个拖啊，甲拍开内底内底有一本书皮乌皮迄种的伊即摆就是咧读迄个第一页的创世纪就对了伊讲伊即摆咧读就是迄个啊，所以即个日本人等于美国等于日本了伊咧报道伊就报道讲，怪不得美国人会用将太空船发射到外太空里面外太空去，因为因的工作效率是非常非常的高了在我进入这个旅馆以前他们已经将这个航空的日志放在我的房间里面了。伊讲。我还未住入去时，人因的太空日志已经写好伫内底啊，所以我入去了人迄含迄总机的小姐来讲，啊，你都拍开看，读迄本书内底就是咧读迄段啊，这当然是一个误会啦，因为这个太空总署的总机小姐为什么有遮把握讲伫旅馆内底拢有一个圣经啦因为伊知影讲这是上帝照着基甸会所做的工作，所以各位兄弟姊妹。
你若去旅馆内底的时，一定拢会发现一本圣经啦吼，这是基甸会所藏的一本圣经。阮嘛发伫足侪伫即个护士人员嘛、护理人员咯、病院内底吼，护理人员，迄阮是用迄红皮吼，阮人皮印的吼，粉红色的这个护理人员啦吼。送足侪伫互遮个学生啦吼，学生阮有送足侪吼版本学生吼，有一个迄个道和的即本吼即个米彩我手体是叫阿兵哥的啦，吼，阿兵哥的吼。即个互即个学生的时阵，吼，大家拢讲学生吼，有诶体拢乌乱蛋啊，圣经无爱体拢甲你弹掉，这嘛是事实啦。但是上帝会成就伊诶代志啦。我会记我进前去迄个仁爱长老教会吼，迄阵一个当牧师，张吉新牧师吼，伊即摆是等于南部吼，伊诶老爸老母年纪较济，所以等于伊故乡诶教会吼。我迄阵去拜访伊诶时，我牧师你是安怎信主？伊讲足歹势讲诶，伊讲我拢信主太歹势讲。伊讲吼，迄阵恁基甸会吼去送圣经诶时，伊读国中诶时阵吼，伫门口伫校门口诶时，伊怎啊闪过无摕啦，无去摕迄本圣经啦。但是伊入去到教室诶时阵吼，伊遐同学吼有摕到这圣经逐个好奇伫等来等去哦，去互一本圣经牵着啦，去互牵着所以伊就捡起来读啦。伊讲吼迄本圣经就是伊一生中间第一本圣经啦，认捌上帝一个管道啦。所以各位兄弟姊妹，不管迄个圣经是去弹掉的，是去摕牵来牵去吼，上帝自然有伊的方法啦。吼，搁一摆的时阵就是伫即个家乐内底吼，我会记我差不多17、18年前吼，我做台北区的区理事的时阵，阮办一个会员大会。伫个天成饭店的时吼，叫一寡更生人所谓更生人就是迄阵拢犯罪尾信上帝了，伊生命改变，人更生人。迄阵去个天成饭店的时，有一个因来遐分享，阮邀请因会摕到即本圣经生命改变吼的代志，来甲分享的时，坐我的边有一个陪员吼，有一个陪员。来遮来陪伊啦！我讲你是安怎信主？伊讲足歹势讲。我讲无要紧啦，你讲。伊讲迄阵恁去送圣经的时阵因为伊是死徒，去互因兜的人保卫去掠去关嘛。所以迄阵去关迄监狱的时无毒品啦。但是伊嘛爱搁抽烟嘛。抽烟的时阵乌市的足贵的所以迄个香烟拢甲拆开一支粉用迄报纸包包的一支变3支4支了。但是报纸油烟味足重的啦。所以但是吓着爱食粉无法度嘛爱食。但是恁基甸会来阮家乐送圣经的时我看这纸薄薄搁香香我就知影伊咧讲啥。伊讲我这纸怎啊甲裂开怎啊去包迄个香烟啦，代替即个报纸，因为报纸油烟味足重的。这包起来一支个用包5支，因为这纸较薄，用包较济较省钱，搁香的。我讲兄弟你拢总安尼甲我拆几本？伊讲拆3本啦。讲哈利路亚，感谢主，3本，一本50箍啦，150箍救一条灵魂，有价值无？有价值。我讲你买是啥？他会读圣经？伊讲我著伫遐内底安尼拆迄个时内底咧关遐人看袂住，讲人这基甸会伊讲啥物伊甸会，其实阮是基甸会，毋是伊甸会。人这送这你嘛爱小甲读者，无你安尼啦，你后摆掠一张你咧用的时掠一张，你读一张怎落去甲迄啦。所以讲伊收3本，讲你拢总甲食3本圣经，食水腹肚底。所以这其实嘛有迄个家乐内底啦效果嘛拢足好，真济，因为有无聊嘛，无聊因拢会读圣经啦。上帝，当你读圣经的时，圣灵就动工啦。搁而且我当时咧伫捷运咧坐咧单车的时阵，高铁咧单车的时阵，两个阿兵哥两个阿兵哥就伫遐对话，伊讲做兵足无聊。我想讲，我迄阵爱做2年3年，你即满4个月，有诶讲啥4工就退伍，对无？伊讲你敢有啥物书好通读啊？所以一个阿兵哥就为伊诶背包摕一本讲你敢无收到即本？因为阮军中拢有去演讲，拢有分圣经。伊讲有我拢无咧读拢甲等伫边伊讲即本足好，我迄阵做兵诶时兵变逐个听女朋友去爱着别人
啊，失恋的时，足失望的时，都有即个讲完去啦。讲一寡见证了，分即本圣经讲内底有，阮有一页就是正运的导图。当你拄着冷淡，人对你冷淡，你有悲伤的时、苦恼的时、失意的时阵、患难的时阵，爱读第几章、第几页拢有写着。迄阵伊都足失意的啊，失恋都足失意的啊。佫足烦恼的时阵，伊咧读。即本书改变我啊。因为对话讲，感谢上帝，阮伫军中所做的效果已经发挥功用啊。所以今仔伫遮我嘛咧代表基甸会。来，甲咱中兴长老教会遮个众会友说多谢，因为你有开放恁教会的即个讲台，互基甸会来遮做报告，嘛多谢恁的奉献。我相信有一天咱拢会去登去天顶可能有天堂的门口，有一寡人来甲你说多谢。有的人可能你毋捌伊，因为伊的头毛球皮肤乌乌，因为基甸会所做的事工，除了伫台湾以后。恁所奉献的钱，我嘛寄转去美国，互因去印迄个世界，上落伍的国家、非洲的国家，有可能是因摕到的圣经，因来认捌上帝。你可能也毋知，我毋知，但是灵魂知啦。伊会伫天堂的门口亲自来甲恁说多谢。所以今仔日我代表基甸会，伫遮来向咱贵教会致12万分的谢意。毋望为着阮基甸会。来祈祷，为着阮基甸会来奉献，佫有诶听了感动，用来加入阮基甸会的即个行列成做基甸的勇士，继续来呈上圣经，引带人来信主。阮今仔报告到遮为止，现在阿叔甲祈祷。亲爱的主，满心感谢你，感谢你，互细囝有机会代表基甸会伫遮报告做见证。求主你的灵大大感压伫中兴教会。成做即个社区的即个灯塔，引带更较侪人来认捌上帝，成做因一生上大的祝福。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告主的圣尊名，阿门。这是咱来回应上帝的话，请咱来吟圣诗553首。为主来做伊干净，请咱起立来吟。为主来做伊干净，主是至好朋友，应主听谈来报。无成就，为主来做伊干净，应更求主耶稣，为主来做伊干净，应更求主耶稣，为主来做。欢喜出声，保佑求主大听谈，替咱放下性命，为主来做伊干净，应更求主耶稣，为主来做。为主来做伊干净，咱着保守像伊，有主当然来干净，永远袂为安息。为主来做伊干净。应更求主耶稣，为主来做伊干。
求主耶稣，为主来罪已干净，心已罪的舍弃，各力和大来向前，我为高天地，为主来罪已干净，应更求主耶稣，为主来罪已干净，应更求主耶稣。请坐，这是咱闭万心来奉献。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请坐。这时，咱来看咱今仔日的周报。首先，咱先来读两解咱今仔日的金句。伫咱的周报内底下面，吼，咱有台语甲华语，咱各来读一解。台语，所以我所听的兄弟啊，恁着坚固，无摇掣，常常尽力伫主的工，因为知恁伫叫我伫主毋是空空。过来华语，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协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咱过来看咱侍奉的名单吼，下周咱担任侍奉的兄弟姊妹，请咱家己来看吼。啊，咱的特约的长老是欧南亭长老吼，甲许贝如执事。啊，伫目前吼，咱因为即个暑假中，所以咱的即个咱足侪即个社区的活动吼，拢暂停。咱的奉献报告，请咱家己来看，若有订单吼，咱会向相关的中级来更正。今仔日是消息报告，是咱今仔日是国际机电话的奉献主日啦吼。多谢即个洪长老吼来甲咱报告请安吼。伊常常嘛是关心伫咱教会事工，咱也特别欢迎爱甲咱的兄弟姊妹吼做伙来用吼，请咱起立，来谢谢，多谢。伫咱礼拜吼11点半，咱幸福小组要伫4楼举行吼，欢迎咱兄弟姊妹会当来出席。即个7月3号，7月30礼拜吼，咱有即个背金句活动啦吼。所以，请咱准备心来参与，吼，这是咱着。搁第四吼，
咱今年度吼，伫即个暑假了后吼，有即个咱的咱的小朋友吼，洪雨桐吼，博源升国中的是有即个徐耀，升高中有怡晴吼，甲洛安，徐烨，升大学的有郑莹甲永泉。咱要预定是8月28号吼来举行这学生升级的，并且吼咱林牧师来为因来全体来祝祷甲祈祷吼。第5，8月初7吼，就是青年团契这个时间吼，要来举行这个迎新的活动吼。欢迎大家会当吼所认捌邀请吼咱所认捌的高中甲大学生吼一同来参与啦吼。为了方便咧安排活动吼，咱会使先报名吼，互即个咱的同工，也是咱的团契，咱的即个辅导吼，先知影吼，先了解，来准备吼。第6就是讲，咱的7星中会即个婚姻部吼，要举办未婚基督徒的联谊活动啦吼。这时间是伫8月27拜6的时吼，报名是到初10来截止吼。有关于这个活动的内容吼，请咱来看咱后壁吼的公布栏内底吼。第7，咱的读经进度，请咱家己来看。过来吼，咱要来大道事项吼，具体交通。好，我请咱个介绍两位吼，一个林念杰。甲林庄春啦吼，因是母女啦吼，欢迎你。请坐，请坐。伊是住伫咱即个231项的所在吼。伊是信友堂啦吼，信友堂的迄个吼，较早信友堂咧做礼拜。咱欢迎伊来到咱中间，愿主的福气常常，甲平安常常，甲恁三甲地地。过来吼，咱为即两位来祈祷，搁特别咱也为着慧玲啦吼，林慧玲，伊到伫水电甲伊的查某囝吼星辰来无简单会当安尼吼做伙，来关心甲因三甲弟弟来生活做伙吼。咱也特别为着伫瑞典的任翔来祈祷，愿一切无论是学业还是工作，拢得到主的看顾甲带领。第二，咱也为了叶菜吼的妈妈，因为脑部受伤来分娩吼，搁有即个目前吼，搁咧等待即个医治中间啦吼，嘛为着即个丽香的母亲啦吼，因为无明的原因吼，咱搁咧检查中间，希望主会当来眷顾因，也咱也为着即两家因的家属来祈祷。愿上帝会当安慰的灵，甲因三甲弟弟吼，互因度过即个艰难的时间。第三，咱也为着王晶晶吼，因为伊正已经有失智，所以伫即个请安中间吼，伊嘛袂记你是啥物人啦吼。总是咱上帝捌你啦吼，无论伊的状况是老还是少年，我相信伫上帝眼中，伊永远拢是安尼吼。上帝看顾，甲因家当地明翰、文璇，甲因的孙仔慧兰、慧英、甲慧心，咱也为着园长老志荣因一家祈祷，愿主甲因三甲弟弟祝福因伫工作、身体方面拢健康。这是咱起日来大祷，咱大祷了，咱来吟圣诗402次，吟2解。
请咱徛伫，咱来吟上营402首，咱来吟2解。吟时煞，咱请林牧师来甲咱祝祷。阮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带个保护，假使我言行欠必是正，赞我答你遵守你诫命，予我伫黑暗中做光灯，对吹引带心的人，这是我人生撇千万。恳求主你引带我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时时刻刻甲恁三甲地地，对即时起，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请咱来接受圣歌队的祝福。这是咱来行平安礼。